we're going trajectory to, well, countdown 2026. Apparently there's no fireworks, but I have no idea what's coming next. So enjoy. 歡迎幾位主禮嘉賓，倒數啟動儀式現在開始，恭請主禮嘉賓。The Honourable John Casey,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你喺嗰邊啊，中環。Secretary for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中環做啊嘛，係啊，中環邊度？Dr. Peter Lam, Chairman of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黃建華女士為我哋主持。Oh, here we go. Here we go. 我哋全場一齊倒數迎接2026，同時歷時3分鐘嘅東方會擊都會緊接上演，將新嘅中國帶俾香港同埋全球。講下大家期待嘅開始啦，Here we go. 希望祝福你哋開心啦！向住正前方嘅記者朋友影張相先。哇！錄緊啊！錄緊啊！一早錄緊啊！哇！啲人都興奮啊！興奮啊！嗰啲46、45、44、41、40、39、38、37、36、37、35、34、33。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將手上面嘅巨型愛心放喺我哋嘅體育台上面，為香港向全世界送上祝福。預備3、2、1。18、17、16、15、14，前面都有13、12、11、10、9、8、7、6、5、4、3、2、1。就係咁啊！哇，好精彩啊！呢真係。我要發出嚟啊！真係好精彩啊！咁你好過我啊？係啊！哇！啲幻彩好永香港嗰度都永安江啊！你用呢度做咩啊？嗰度泳館啊！睇乜嘢？哎，啲大廈喺度閃緊，你睇唔到？係啊，係咪影啊？咁你唔好嚟啦，你翻屋企啦。有啦嘛？未。我有次啊，香港party嘅。邊度啊？行啦，走。誒，係咪啊Happy New Year！好啦，哇，送茶，有個行啦，好啦，拜拜。有啦。我啲一陣